大家好，我是第12、13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。说到刘三姐，她是广西戏剧院的品牌，更是我们广西驰名中外的文化名片和文化符号。为贯彻落实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，我们以刘三姐走进东盟为主题，我们先后到了泰国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等国家开展巡演。传承发展创新刘三姐文化品牌，让世界掀起刘三姐热。